大家好啊！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3月30號星期日繼續同大家二手樓嘅成交個案分享。今次同大家睇嘅就係元朗上月一個兩房單位以405萬賣走，但係好可惜啦，此貨年期達到12年嘅物業，竟然最後佢賬賺27萬咋。至於呢個尺價亦都係跌穿咗1萬蚊嘅關口啦，會唔會亦都係一個明賺實蝕嘅個案啊？未入正題之前，先同大家做個小呼籲，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我分享嘅內容能夠點讚、分享同埋留言，因為我需要大家嘅支持啊！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我頻道，我亦都開通咗 Super Fans， 希望你可以鼓勵我一杯咖啡，又或者 Nolo 貓一包貓貓餅。如果大家睇到喺我嘅頻道裏邊有廣告，希望大家能夠睇晒佢。作為少少嘅鼓勵，我需要大家嘅支持，希望有力量可以持續發展，繼續分享唔同嘅內容。喺我嘅頻道裏邊，我會分享一啲啦健康嘅信息、文化嘅內容，有陣時亦都會有經濟啦、地產啦，好多唔同嘅內容噶。希望大家可以俾我多啲嘅力量，多啲嘅鼓勵啊！多謝大家嘅支持。上月 The Ridge 就位於元朗大棠18鄉路11號，係恒基兆業同埋新世界合作發展嘅大型住宅項目。入伙日期係2013年10月開始，總數由12座住宅樓宇組成，提供2580個單位，實用面積就由354就至到大單位1940平方尺，地面設有一個超過65000平方尺嘅3層設計大型住宅會所。裕房置業高級營業經理張偉津表示，元朗上月最新成交單位就指12座中層 A 室，實用面積414平方尺，原叫價415萬放盤，最終議價減10萬，成交價係405萬，計翻折合尺價又係跌穿1萬蚊，只係9783蚊尺啊！至於原業主呢，喺2013年就以一手價378萬買入呢個單位，計數持貨年期都長達12年，好可惜而家轉售之後賬面只係獲利27萬啊！你冇聽錯，持貨年期12年嘅物業賬面獲利27萬啊！如果佢真係計埋晒使費，包括咗買賣樓宇時候嗰啲嘅厘印費啦、律師費啦、買樓嘅啲嘅佣金，相信嚟講27萬都要嘔翻突出嚟咯。據知新買家係同區嘅年青上車客，見到3月份元朗區二手交投加快，擔心遲買會再貴，睇怕呢個年輕嘅人都係睇好元朗區嘅樓市，同埋睇好整體香港嘅樓市啊。於是睇樓第二日就即刻決定入市。暫時元朗區3月二手交投就係74宗，就已經超越咗2月份72宗啦。睇怕整體嚟講呢，就更加會超前更多咯。又到咗 Nolo Channel 睇翻啦，過去元朗上月嘅成交情況。喺1月22號，一個403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成交價係420萬，當時尺價係有10422蚊。2013年買入嘅單位，持貨12年，賬面就升咗25% 嘅樓價啦。另外呢，差唔多又係持貨12年嘅物業，2月7號成交嘅440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成交價430萬，不過尺價已經係跌穿1萬，只係得9773蚊。但係呢，嗰個單位賬面就升值5%，都係嗰句，係咪亦都係一個明賺實蝕嘅成交呢？另外，今個月4號亦都有宗440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成交價仲低啲，係得返428萬，尺價當然仲低，係得9727蚊。持貨年期12年嘅物業，升值咗9% 咯。另外啦，今個月21號一個403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成交價405萬，持貨年期12年嘅物業，賬面升值咗18%，呢個真係有賺㗎。不過大家留意到啦，1月16號一個兩房單位，持貨11年嘅物業，最後單位貶值11%。另外1月21號一個兩房單位，持貨年期4年半，已經貶值咗去到27%啦。
另外1月24號亦都個兩房單位嘅成交，持貨4年半嘅物業貶值咗26%。另外2月6號亦都係個兩房單位嘅成交，持貨年期達到12年，但係好可惜啦，帳面佢已經係損蝕咗25% 嘅樓價啦。另外今個月3月18號一個443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成交價435萬，不過尺價又係跌穿1萬，即係得9819蚊。持貨年期都有8年，最後帳面就賺咗1%，睇怕呢個亦都係明賺實蝕咯。翻查資料，香港01喺2月20號亦都有宗關於 YOHO Hub 2期嘅滴血個案，指嘅呢一個兩房單位以660萬買走，原業主喺24年10月一手買入，持貨數數借得4個月到，最後可能佢要損蝕超過60萬啊！呢個損蝕個案指嘅就係 YOHO Hub 2期6座高層 D 室，實用面積462平方尺，係個兩房嘅間隔單位。原業主喺2月先正式收樓，隨即就叫價700萬放盤，好快脆就得到新買家議價，累減40萬之後，成交價係660萬，計一計數，折合尺價係有14286蚊㗎。原業主只係喺上年10月一手價向發展商以696萬4千蚊購入呢個單位，1月先正式完成交易，並且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，點知2月即刻要蝕讓賣樓，持貨大概只係4個月，帳面就令佢損蝕36萬4千蚊，蝕咗樓價嘅5.2% 啊！又等 Nono Channel 同呢個原業主計數，如果連埋買入嘅稅務大概係20萬8千蚊，賣出時候嘅佣金支出6萬6蚊計，應該佢實時去到63萬6千蚊。不過佢仲未計律師費啦，等等其他提前埋還翻銀行按揭貸款嗰啲嘅罰息，應該嚟講點止蝕咗60幾萬啊！啱啱同大家睇嘅元朗上月呢個兩房單位，持貨年期都有12年，埋單計數帳面賺咗27萬，會唔會亦都係一個明賺實蝕嘅個案呢？原來2月份有一個只係買入4個月到嘅單位，最後嚟講呢，實蝕都超過60萬啦。其實嚟講呢，今年2025年提供嘅新單位都大概超過3萬6千個，再加上將會我哋有個北部都會區，點算啊？二手樓主真係要諗諗有咩方法可以引翻啲吸引力翻嚟啦。希望大家對於今次 Nono Channel 分享元朗上月呢啲個案，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俾多啲支持，鼓勵 Nono Channel 持續發展，揾唔同嘅內容同大家繼續分享。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希望你可以鼓勵我杯咖啡，令我有多啲力量。另外，如果喺我嘅 YouTube 裏邊有廣告，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，作為鼓勵啊！今次分享元朗上月嘅個案到而家啦，拜拜。